来看民进党的消息，民进党前中执委台盐的前董事长谭启玉，这个进前和民众党这立委的陈婉慧啦，陈婉慧你讲啊，伊伫高雄旗山真气派放射，唔那起伫农务用地，阁无一般建物也是农舍登记的资料，质疑讲是违法的好业处。经过高雄农业局的调查呢，这谭启玉伊的放射确实是违法，将要甲罚10万块，并且限期2礼拜到3礼拜内爱完成违规部分的拆除，并且恢复农业用地。伊随后嘛透过民进党高雄市党部发布声明，表示讲对着违规的部分感觉真失礼，即日起提出民进党袂阁参加任何政治的相关的代志。有人在吗？这栋伫咧高雄旗山的家厝啊，门口埕有造景，佮有种真侪树啊，看起来豪华个味道。六年有，应该6年有。6年。不过，说起民众党立委野了，这竟然是台盐立令前董事长陈启玉的非法好业处，因为这栋厝用的唔那是农务用地，甚至家起的农舍的申请资料都无，也袂讲就是违建的厝。这2块662跟663的地号呢，它有做土地的实价登录的一个登记，但是呢，在相关的这个建物跟农舍的一个登记上面是完全没有的。经过农业局查证，陈启玉这间豪华农舍农地无农舍，不过货柜铁片厝确实无摕到农业设施的允准，会以违规情形对农地所有人罚10万，嘛要求2、3礼拜来改善。高雄市长陈其迈尾嘛讲，任何人只要违规，都必须依法处理。任何人都一样，只要有违规使用，我们都依法处理。我也请农业局去处理。因为陈启玉那是台盐立令前董事长，嘛做过前民进党中执委，含前高雄市副市长，在咧民进党内底算是话最简单的大金本。这个针对农舍违规行业了，为了紧收银地变，陈启玉在咧昨暝嘛透过高雄市民进党党部发声明来回释咧，内容写到违将农舍登记，本人感觉真歹势，一切照高雄市政府的相关规定办理。本人为今仔日开始嘛退出民主进步党，未阁参加任何政治相关代志。市党部嘛尊重陈启玉的决定，所以来买办理退党的手续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